90年前，中華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嘅危急關頭。田漢先生以84字嘅歌詞抒發咗唔做亡國奴嘅怒口，聶耳先生以46秒嘅激昂旋律點燃咗民族抗爭嘅希望火種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由此誕生。1949年10月1號喺新中國開國大典嘅莊嚴時刻，伴隨住5星紅旗嘅冉冉升起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，首次響徹天安門廣場。佢凝聚咗中華民族嘅精氣神，激勵一代又一代人為國家復興奮鬥，成為團結全國各民族嘅精神紐帶。今日紀念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創作90週年系列活動正式啟動，一系列活動將會繼續弘揚偉大嘅抗戰精神，激發青年愛國熱情，增強民族自豪感。